點解喺車上 book 嘢嘅時候呢，女人啊願意俾你射喺入邊 ？Hello， 我係 Daisy 老師，記得先點個關注，避免後期揾唔到我喎。第一呢，就係因為一般喺車上搞嘢嗰時呢，都係臨時性嘅，係咪先？即係特別有 feel 嗰時呢，就會想喺車上 book 一下，但係呢，就會唔記得準備你嘅安全套啦。咁第二呢，就係因為如果喺車上搞嘢嗰時呢，因為戴上個套之後呢，好容易因為呢個姿勢嘅問題啊，然之後你射嗰時呢，好容易流出嚟。所以咧，好多女人喺車上 book 嘢嗰時咧，就願意俾你射喺入邊啦。聽唔聽得明啊？下次記得咧，開車帶佢遊車河 book 一下。咁如果咧，你哋喺車上搞嘢嗰時咧，特別容易敏感啦，因為刺激，然之後入到去之後，1、2、3就結束啦。堅持唔到5分鐘，就可以喺 book 嘢之前下用 Daisy 老師嘅噴霧，輕輕2下，可以令到你3分鐘變3個字，3下4下變30分鐘喎，冇色冇味㗎，女人可以入口。咁如果你想要保持長期效果，就會用我哋嘅原液啦。原液咧可以修復受損海綿體，降低你嘅龜頭敏感度。尤其咧，如果你後生成日打飛機嘅話，咁你嘅海綿體係一定會受損嘅。開車開耐咗，我哋都知道要定期保養換機油啦。何況你嘅姐姐仔跟咗你咁多年咧，係咪先？定期保養一下，幫佢做個 SPA。有需要嘅話，記得揾 Daisy 老師咯噃。